大家平安即马咱要来开始第14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有啦，继续像顶回安尼啦，咱要来看图讲故事啦，最后是要来看一寡较早台湾通信早期的较早的刊物啦，今仔日邀请即个单位来做对谈。咱在座在座者若是有要发表意见请免说你做伙咱大家做伙来看图讲故事啦好，我即马就开始来分享咱的这 PPT 即张咱顶边是讲到即张就是咧讲即个陈必寿先生有一遍伫东京遐参一个聚会拄好王玉德先生有来在场伊有徛起来讲伊一世人拢总共有顾上7套即个表演记号啦伊徛起来讲，大家拢甲伊家己创作的物件放袂记活动来使用教会100多档已经伫台湾有实行的罗马字啦好，安尼咱顶边讲到遮来，其实安尼讲咧，其实咱即个足侪人毋知影伫国民党禁罗马字进前已经有袂少的文学作品啦其中即个大家较熟悉的是叫做《可爱的修人》这是拢用罗马字写的即摆有收伫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啦，这是赖人生赖人生牧师写的佫嘛有这嘛是一个中篇还是长篇小说，就是即个鼠仔内的百合花正平即本是啥？怀德辉的传记佫有出死线即本小说的内容是咧讲这是长篇小说是咧写主要内容有写到大巴尼事件嘛有写着讲台湾的第一个罢课事件对即个台湾人的性格有诚深刻的描写。我就跳过啦这是你的目屎杨公兄，我小插一下好无？好来，即个佫倒转来，即个出死线即个出死线这甲你即摆介绍几篇即个白话字的小说较无相的所在是讲伊毋是完全写较教会内面的代志伊是写台湾的社会代志伊的文体甲文笔足文雅足顺啦当然伊迄阵的台湾话甲咱即摆的台湾话小可有差别一丝啦我敢会当借差不多20秒的时间来读伊第一页的头几句互大家听一下迄个滋味啦这个物件拢会当伫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即个白话字典藏资料库内面会当找到我即摆就是为遐来找出来，我读一节仔，互大家听看卖第一节上起头伊安尼写有一个女子啦伊安尼写台南市外即所在古情真济，竹坡暗暗，不时树目青翠，百花常开。逐日陪鸟
千千万万伫迄树顶叽叽啾啾飞来飞去，安尼到遮就好啦吼。好，真啊，就是水贵哈。嘿，即个我读了无真顺，但是伊这文字实在足顺，啊足文雅对的吼。啊，小可甲咱即摆的台湾的小可有差一丝啦，吼。好，多谢。啊，其实其实迄个我即摆咱人厝要去听 YouTube 即个个试落会当听啦啊，我想讲今仔我若跳喙要去跳，毋知要哪跳倒来所以我今仔日就无要试即个，无要去试即个 YouTube 啦。啊，有趣味的人会当去 Google 去 YouTube 啊，甲找即出死线咧，当听迄个趣味啦OK，来，即个安妮的目屎。但是遐你若要补充啥物，你就随插啊，多谢。出声好呀，我随时甲你插入。啊，这是外来政权的即个国语运动咱若看遮这是政府的规定啦第一波咱即个外来政的国语运动有两波啦第一波是日本人甲咱伊嘛是咧讲国语运动其实是日本人早期时伊阁有编台语词典，嘛拢教因日本人爱学台语就是一直到差不多迄个当时1930到37敢是迄阵的骹头因开始咧推动即皇民化运动就是讲爱有推广即个国语家庭国语家庭伊的政策大概照我了解是安尼啦就是讲踮厝里爱讲国语，伊个国语就是日本话改日本姓若要去读公学校就是讲因迄个日本的公学校就爱改日本姓安尼毋知咱遮有较长辈还是对即段历史有较清楚的，敢要甲大家分享一下？暂时可能你会有较对即段你可能了解，你敢要甲大家小可分享一下？拍位卖，即摆看袂着你所以也是。迄当阵就是迄款配给较济啦，配给较济啦迄个要去食头路去官厅食头路较有机会啦。政策式的鼓励安尼。你拄仔讲因是阮迄个禁止讲单话事实是无啦，是无鼓励讲单话，鼓励大家讲日本话安尼啦。迄个甲即个国民党是要禁止迄个程度是无共的啦。OK， 所以因用鼓励无禁，无讲你若是讲单话踮学校爱罚钱还是罚钱，因较无即个政策就对啦。无即个政策，因就是迄当阵戏剧拢爱迄款表演拢爱用日本话安尼。有迄当阵有派警察去款坐镇伫看安尼。你若讲改出单话时警察就起来骂安尼，安尼也讲单话安尼。再有当时拢有一个顾口伫外口顾口，警察来，警察来。所以迄个税制就迄个频道就改讲警讲日本话真笑亏的一个情形。多谢。迄阵就是但是虽然语言有禁但是即个歌曲则无禁台湾歌曲无禁。大家就是讲会伫款迄个看日本剧的时唱台湾歌卢传生会起来台顶叫即个下骹的观众
对这个伊迄音乐剧啦吼，啊，选出来大家到底唱这个台湾歌咧，啊，日本警察都无法度，因为无讲迄个歌剧吼，爱禁止安尼无。呀，赞成家你讲这个比较，我是感觉足有理，就是我是想讲，这个中国政府来台湾了后，这个语言政策吼，应当是甲日本比起来差足济啦，应当会使讲，这是战争的行为啦。对台湾人语言的政策，应当是差不多会使讲是战争的迄种动作啦。对，要甲你灭绝啦，人阵啊是对，伊灭绝掉。其实是伫迄个联合国吼，因有讨论咧讲即个啥物是种族啊，种族屠杀啦吼。啊，因有讨论讲，若是去共占一个所在吼，啊去别人的语言、别人的文化吼，因有一个词叫做语言屠杀、语言种族屠杀。啊，因伫讨论啊，拢要过啊，吼，大家拢同意啊。到尾啊，苏联迄阵啊无签，啊伊有法权嘛，啊，所以无签啦。啊，因为苏联内面伊的迄个语言的迄个语族太济，啊，所以伊无签。啊，毋过虽然是安留一个，伊虽然无甲伊当做战争罪，吼，但是伊有留一个定义啊，吼，伫1946联合国有下一个定义，讲啥物就是语言种族屠杀。啊，这个是含国民党诶咧做诶，拄好拢共款。第一就是讲伫学校禁止使用母语，啊，伫即个媒体内面嘛拢禁止使用母语，国民党搁加一步，伊搁没收即个罗马字诶台语圣经，所以就是只学校、媒体、公共场合禁止使用台语。所以这是无毋对，这是比日本时代禁台语禁得较彻底安尼。啊，像迄个日本，即个是咧，像迄个日本时代吼，有一寡迄款有良心的教育家，譬如讲迄个总督府的医学校的校长高木佑基吼，伊就无，伊袂使公开讲支持讲台语，但是学生囡仔伫下讲台语的时阵啊，迄个高木佑基啊，拢无主动对啦。高木佑基甚至是伫即个文化协会伫成立的时阵哦，伊嘛去上台吼，甲即个文化协会赞声啦，安尼吼。咱阵啊，日本人有。日本警察有几60个要去抓，无爱互伊，因为伊是反日的组织嘛。但是高木佑基带300几个日本人去遐坐啊，所以1000几个开幕典礼的时阵啊，有300几个日本人坐遐，迄个日本警察毋敢去主动安尼，所以咱台湾文化协会迄阵啊，伫遐成立安尼。意思是讲。迄个伫日本的时阵啊，伫台湾的情形啊是真保守，日本人伫台湾是足保守，较反霸啦吼，较反霸的政治。但是伫即个日本的内地吼，就是日本内地的时候，因迄阵啊因真国际化嘛吼，有迄个北唐的会当接受吼其他的文化。像说因嘛是真侪人拢鼓励台湾爱保存台湾的语言、台湾的文化吼，台湾爱伫法律上有地位安尼吼，所以咱两阵啊，迄个议会请愿运动的时候，伫台湾无法度点动，都爱去日本吼发动安尼。迄两阵啊，迄个林献堂吼，伫日本吼伊好野人。伫日本有厝嘛，大家住喺遐，
连免拢摕钱出来支持安尼。所以乡村啊，咱台湾人才有法度伫议会做议员啦，就是伫台湾足保守，但是去到日本哦，就大家感觉讲遐有程度知识分子哦，感觉大家做伙做工课安尼吼，保留一个文化，保留一个语言，保留一个殖民地人的尊严哦。因日本人伫内底帮助诚济啦。嗯，我介先有印象中，介是林献堂诶牵手下某吼，敢是有做发行一个台湾的刊物，你敢有这个印象？是林家，迄阵有一个咱台湾的超人，因一个林献堂的一个囝吼，叫做林攀良吼，伊对文学足趣味的，足趣味的啦。这单位先可能知啦吼。这我无啥了解。我介时有听到伊有出一个，伊遐里遐有办迄个台语班啦，介时嘛是教白话字的款，我有这个印象。我想到，迄是伫台湾，伫台湾嘿。伫台湾，毋是伫日本嘿。迄年代你敢差不多知影当时？年代啊，我想是迄样阵啊，拄好日本迄样阵啊嘛，足推行迄个就是大正民主的时代啦。大正民主大正甲昭和两个交接迄个时间，有10年的好光景就对啦。像这吼，若讲伊迄阵是附录教白话字吼，说诚趣味啦吼。听伊讲日本啦吼，日本嘛共款啦，就是讲日本若是遐查某人吼，咧写卡啦吼，拢是讲安尼是看无起伤简单吼。迄足有学问的汉字足歹吼，伊看写卡嘛无起，所以是一寡迄个文学吼，一寡迄个。因个鲁书吼，查某人写的物件，拢台湾用卡来写，所以这可能是人类的本性啦吼。你讲哦，我用遮济的时间去学一个足复杂的汉字系统落来吼，算伊的优势，就对优势，伊要放弃。是嘿，你要叫我甲伊放弃？有人打出来林攀良对。林攀良。多谢丹路，多谢。你来讲，这是这段历史，也是拄好是类似吼，嘛是证明讲，这是人类的通性嘛。你讲你来记得字了后，较简单的物件，变做是对一般人拢好啊，毋过对伊不利啊。伊一世人学的物件，伊煞爱无去啊，所以咱咧讲拄则咧讲迄王玉蝶，伊算是真伟大，伟大，伊无为个人，北长正快，真快吼。好，安尼无咱敢要讲话，敢有搁要讲啥物？无呀。我是要讲哦，迄个日本时代样阵啊，看啊甲迄个，伊算讲甲汉字哦，脱汉甲汉字摕去实现，互日本哦变做一个真进步吼，真容易追求知识的一个工具啦吼，变做这国家怎么强起来？所以咱顶摆咧讲，迄个做培会吼，迄样阵啊，也有法度甲迄个文化协会吼制定政策的时阵啊，甲白话字哦做是阮迄个台语的文字哦，迄样阵也成功的时阵哦，迄样阵啊，台湾人就突然成功啊，迄个物件啊变做一个系统化，有一个地位吼，大家都讲咱那要都学这都好啊咧吼，迄样阵啊，要来甲汉字吼，对今仔日来讲时哦，变做另一个系统，安怎北就北袂离啊。可惜咱的命运就是安尼，咱都
迄种阵啊失去啊。我会记日本迄种阵啊要创迄款卡纳甲哈纳时阵吼，因迄种阵有叫法国人来斗相共啦。啊，所以法国人因为法国因迄种阵啊伫国际性的因的语言的款水准就真悬啦，真悬真优柔，所以甲因设计即套安尼。啊，咱的白话字哦，就是你讲150年前都有人甲咱重复写啊，咱是无像日本遐辛苦啦，所以日本因要脱汉哦，爱用诚大的心力啦。当时伫迄个中国鲁迅哈，因嘛是咧推动迄个拉丁语，啊，伊迄个年代含讲伊的情形，你敢有清楚？嘿，这我毋知咧，我毋知啊，然后因是较用迄个罗西亚系统的吼，较无。因是阮的即马所谓的汉语拼音吼，中国遮地用汉语拼音，迄人都若是去甲罗西亚吼照字来用啦，所以伊即马伊的汉语拼音哦，遐个字哦，即马伫西方社会哦，三无三有啦，三无三有九啦，个是三无三有，迄种做因迄个中国吼，迄种做中国对吧？就是想讲吼，要甲迄款，要甲汉字哦，渐渐无去啊，要用迄个，咱即马伊讲汉语拼音要来改安尼，但是嘛去互人吼，嘛去迄款汉语专家甲伊否决掉啦。伊嘛有一段要脱汉的历史啦。所以大家要追求哦，迄个简单的款学习的工具哦，是真迄个啊，真足想要安尼做啦，安尼，但是都无法度。即咱台湾情形甲世界情，甲迄个中国吼、日本啊足共款啦吼。啊，我听人讲啦吼，捌听人讲过，但是毋知迄个确实性是毋知啦，就是讲吼，中国建国开始的时阵，有一站是想要废除汉字啦。对。啊，迄阵斯大林吼，苏联迄个斯大林看甲足准诶，伊甲讲吼，你汉字毋好废除啦，吼，用简体字啊，写做较简单诶啦，吼，啊保留汉字啦，吼，啊这就是伊诶毒啦，伊放互中国诶毒啦，吼，无要互中国汉字灭掉啦，吼，互伊灭强啦，互伊灭强。啊，鲁迅吼，迄中国作家嘛，鲁迅嘛，诚早就讲啊，讲汉字无除吼，啊，中国袂兴啦。啊，我捌看过即段。对，这其实吼，日本啊，甲咱台湾拢共款，即个原则拢足适合的。汉字嘛无除吼，咱的文字，咱的袂当发展啦。所以韩国足强，就是伊脱汉成功嘛。啊，越南即马开始伫款迄个东南亚内面上强的，嘛是脱汉成功啊，对吧？对啊，啊越南迄是法国人的功劳啦。对，呀，因为啊，但是因独立了，足有勇气啊，随着汉字规个拢禁掉。对，所以越南无经过汉德合用的阶段，因一个就转过。甲韩国无像，韩国我那足久才转过。即点伫西欧吼，因较早成功，因较早西欧是用迄个拉丁文嘛吼，拉丁文对大多数的人来讲，迄是文言文啊。到迄个马丁路德吼，伊改教所以坚持爱用民族语言来翻译圣经所以大先伊翻译母语是德语嘛。伊要翻德语的时阵受到迄当局就是拉丁文的
使用拉丁文遐教师遐教会要甲点的，去创立，去受到一个改成一个德国的贵族遐，伊创立改成9个外月，甲伊完成而且伊个主张讲，世界所有的语言要拢需要有圣经的翻译所以伊这落去了，开始圣经翻译了，造成这民族语言的兴起，造成民族国家的兴起，这是本来有这个类似的所在，是因，迄就是讲，虽然因拢是用这个平文字毋过因无家己的民族文字因就是爱去学，就是讲文言无一致就对啦，所以这个知识会当这个书面语的知识要学足困难，你即马若含这个语言含文字较接近的时候，一般人要学文字的时间会当加足短，所以会当参与伫即个知识经济，也是讲文化的人口会大量增加嘛。嘛会当因为学语言的时间较短，会当用较侪时间去研究，是讲科学艺术即种的物件咧。不然搁后一张这是目睭圣经恁这本这张是啥物？咱敢知影？这张图就是咱讲的迄个红皮圣经啦，这红皮圣经是这个天主教和长老教会合作翻译的所以伊无讲伊个上帝伊称作上主啦，伊天主教上个称作上主所以是安尼算作讲两个无共宗教啦虽然拢是基督教背景的，但是无共教，这毋敢教派尔，是讲一个天主教，一个基督教爱当合作来翻译这个圣经伊人阵啊讲是我有听张牧师张德明是无？伊讲伊有一本，伊有摕出来我看，我甲懵着，我这红皮圣经，伊讲伊这本是宝啦，伊讲佫一本向阵为着要保存这个香火这个历史文件有一个加拿大的款的姑娘迄毋知什么姑娘，姑娘就是无结婚一生奉献着台湾的一个加拿大的女士甲这本红皮圣经怎么唱离开海关，古早要离开海关捐献库拢爱超到互你安尼，逐项拢超完才要放你过安尼伊这本叫会可能是沃尔玛啦，沃尔玛，伊迄阵拄好做国主的秘书啦。对，伊头唱出来。他说，就变做尼大部分是大事业大代志，就是讲成功头成功啦。一本册讲变做遐大艺术安尼。但是现在你要讲啥？阮兜嘛有一本你哪有一本？我嘛订一个，我有2本。你有2本？我真 lucky， 我甲我先生拢一人一本这是因为是安怎代志发生的时阵拄好，我甲阮先生咧参加一个查经班，迄个查经班甲阮带的就是翻译的郑连坤牧师啦。有参与迄边翻译的迄个郑连坤牧师伊就是抢着10几本藏起来阮迄阵大概我袂记哩几个7、8个吧，青年
迄个拄拄大学毕业社会青年第一查经，伊全早来甲阮讲10几本足宝贝，啊，阮拄仔咧开始查圣经，伊全散文，嘿，真正足宝贝。所以伊内底应该恁会看，伊内底较普通的圣经吼，无啥共，伊都是用标题上用红色的，红白内底是红色甲白色的，嘿。敢是有一个较细本的第六题啊？哦，无，毋是迄落地啊，这都一般的 size，哦，一般的 size。来，我摕一本比较。伊咧讲迄个魔这本是新翻译嘛，吼，这是即卖的新翻译啊，伊较会变大啦，嘿，变大本。伊的腔口较用迄个用中部腔翻啦哈。真特别，伊较用中部的人读一定会感觉讲足关系。伊咧讲魔语录，魔语录是红皮的啦。魔语录叫做魔特通的语录啊，是红皮哦，的。无语咯，啊无。啊，因为这嘛是红皮的，安尼袂使啦。哦。安尼，我遮有写讲到政府当局吼，即个报纸咧报吼，即较早报纸拢足趣味，就是讲伊毋敢讲啥物人，吼，所以讲政府当局吼，啊教会当局，啊所以咱拢毋知影到底是啥物人，啥物人去交涉吼，啊啥物人没收，咱拢毋知影。安尼，若无咱就换后一页吼。安尼到即摆真精彩哦，逐个拢有安尼真踊跃吼，看图来讲故事吼，请咱个继续吼。啊，梁光兄，歹势，我插播一下，你拄咧讲到啥物人没收吼？我若无印象，我印象若无毋对，应该较宋楚瑜有关系啦。对，伊阵咧做新闻局长伊，拄仔是新闻局长，啊，较伊对咧禁止咱台语的报的戏样啊啦，即台语的电视啊剧共款，拢是宋楚瑜的杰作。呀，对吼。啊，去教育的当局去交涉的是啥物人吼？我想应该是长老教会牧师啦，无人遮勇敢。教会中局应该是长老会啦，吼。啊，我想迄阵啊，郑连坤牧师，高志明牧师、谢希明牧师，迄阵啊，大概应该拢有参与伫即个交涉的中间。条到尾有赔钱的款啦，但是迄伤害遐尔大吼，啊你赔一寡钱啊。后礼拜谢希明牧师拄啊好要来湾区，无要转来湾区无visit吼，我才来甲问看卖，看伊知当当时是啥物人，嘿。安尼介好。咱即个论坛袂歹呢吼，安尼讲出来，咱一寡毋知影历史拢一直走出来。好来，迄个时阵，高志明牧师要拜托伊的秘书退出来吼，就是一个任务，就是要请即个加拿大的长老教会伫外口出声啦，是迄个目的啦。好，安尼咱后一页南音即场可能单位遐你研究较深你敢要来甲逐个？好，你小介绍一下啊，你搁过来两三个过了，我才来讲，来讲一个。你这先介绍。南音这是一个日本时代迄阵啊，一个杂志啦真内底有咱来看遮啦，来看遮，咱遮来理解啦南音杂志伫即日本殖民地台湾读册人对文学实践的意见无共得用对社会背景来
来诞生的吼，就是讲日本时代免写白话文，写台湾的白话文，到底是免写吼，伫遐有一寡笔证啦吼，这年代是差不多是1931年吼的秋天吼，或者有只黄成吼这边读这是啥？像读成还是啥物事？叶英将过秋生因发起的吼，个赖河顶啦吼，才几足10个啦，做伙准备，做伙创办这个南英文学杂志。所以就是迄当时，咱台湾的读册人对免用白话文来写嘛，用什么方式免来写吼，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啦所以咱即马咧翻头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咱就讲这是第一遍的1930年代台湾话文的沦陷啦我理解大概是安尼。较即个迄个单元你会讲较详细啦吼。呀，啊无，较我你即摆要讲是咱甲迄个新迄个较较讲迄个做伙来讲，迄个背景较会较清楚。好，咱人过吼。不过这真重要，即站的运动吼是足重要的。足对吼。即摆来就是蔡培慧吼。蔡培慧敢有伫咱民杂志内底发表过？伊拄咱看无看到蔡培慧嘛内底南音遮有蔡培慧原来有伫进内面有参与，伊有。有来南音内底吼，但是伊毋是发起人啦吼。呀，毋是，但是伊的贡献无讲真大啦，呀，所以伊讲，伊开始算讲较古教的款吼，所以你也看伊若是讲伊1925年伊就有家己用即个白话字吼，家己出钱出版社会评论啦吼，所以嘛是算讲佫较先觉的吼。文化协会是1923嘛，所以讲伊变做无受到人接受，所以伊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安尼啦。OK， 所以伊的主张无受迄当时文化协会接受了对啊。其实文化协会照我所理解吼，因主要是咧争取即个人权啦吼，甲自治啦吼，台湾人的自治，甚至民族自决啦吼。但是因对台湾语言方面改成无啥物真注意啦。我注意。因阁是以汉人哦，算讲心肝向着祖国啦，共同点伫遮啦，算讲伊毋是台湾意识无真强啦，主要伊是望讲吼，迄个对换迄个祖国有当来甲因照顾安尼。呀，伊迄阵伊是有讲民族自决，但是吼，台湾国家即个观念也无啦。无，还未建立，无台湾国家即个观念啦。想讲吼，蔡培慧背景是安那，伊较会有即种和其他人拢无共款的想法吼。这吼，照我所理解，较顶下才赞成兄啦，或者补充啦。照我所理解，蔡培慧即个人足心实啦吼，伊是教会的人啦，所以为遐得到白话字的知识，因遐搁较教的啦，所以感觉白话字足好用，所以伊就开始咧推崇白话字，但是伊做了真技巧啦，若会当硬顺就硬，会当软的时就软
所以伊活足久哦，90几岁，1983年才过身啦，90几岁。所以伊日本时代经过，中国时代也经过。伫日本时代嘛做官，做到啥物参议啦、啥货，啥物，伫中国时代嘛做立委啦，做啥物货，做足济，日本时代伊佫参加推萨迄阵日本人设计一套卡纳，台语的平林字，卡纳叫做卡纳啦，伊嘛是参加推萨迄啦。中国时代伊嘛参加中国人的波泡沫拼音字，所以差不多这个人做熟悉啦，但是伊可取的一点就是伊自头到尾拢无坚持讲用汉字来写台，虽然伊无讲啦，但是伊无坚持啦，这是伊可取的所在啦，煞袂会吼，煞袂会遐阵啊林献堂毋着基摩爱本来是要伊做议长嘛，就黄条琴伊迄半山甲伊代替，伊一心就为着中华民国啦，所以伊基摩做法就离开去日本啊，离开去日本住喺日本，结果国民党派人要去甲伊去叫伊转来，伊拢毋转来。要叫这个蔡培火去囥个林献堂转来蔡培火嘛真是去一直甲囥啊，迄个林献堂讲为邦不羁啦，就是讲危险的所在，伊嘛是逃走啊，你知？伊嘛是讲伊破病创啥安尼，真勉强才离开台湾啊，讲伊也搁转去为邦不羁啊，会可能会害安尼。我咧想讲，蔡培火，你乡村啊，你哪会要？你哪会要去要代表国民党去劝这个林献堂转来？这点我对伊无什么印象无好。人批评伊啊，批评讲伊是投机者啦。对，我嘛是。这真歹讲。咱遮敢有人对蔡培火听歌有熟悉？毋知会中有知影无？因为照我所知是蔡培火伊本地无信基督教，伊是去到日本找因遐歌了，伊改成是日本遐诶基督教诶洗礼。即段咱台湾人诶教会伫日本迄当时因诶想法是啥物款我想应该是真趣味。所以，这段历史咱就毋知影。检使咱安尼加减仔讲，有人会讲哦，知，阮老爸迄阵就是遐。好，安尼无咱就换后一页好无？来，陈瑞兄。好，这个咱拄则安尼过去5分钟、10分钟讲的，拄。或者即摆要讲遮背景，小可做一个概念出来即个1920年代到30年代即阵有有咱台湾人要安怎写台湾文学台湾字要安怎写，还是即个问题一个足大的争论甲咱即摆情形有足济相像的所在，有真重要无共的所在啦，所以咱这两个年代的情形咱小来甲了解一下，我相信对咱即摆的状况有足大的帮助甲驾驶啦，大先我来说明伫1920年代迄个时阵台湾文学的文字甲语言的状况啦。迄阵足复杂，甲咱即摆足相像。第一种诶文字甲语言是用日文，用日语写诶台湾人诶文学啦，像杨贵啦，吴新英啦，遐日本时代足侪台湾人用日文写诶文学，这是第一种类啦。
啊，可能是占上大多数啦。啊，第二种类就是用中文啊甲中国话来写的，哦，这迄阵20年代中国咧实行白话文运动嘛，吼，所以迄阵台湾人也去染着吼，啊，认为讲咱台湾人嘛爱来白话文运动啊，啊，迄阵即派人是反对日本的殖民，吼，啊，因认同中国是因祖国，所以因是认为讲咱台湾人的文字啊甲文学爱用中国的新兴的白话文来写啦，吼，这是中国派的，吼，啊，廖光兄，你敢会当即个顶面迄个 slide 咯？顶面个slide，即个顶面头一张，无，安尼你搁一张，搁落去看觅。我有两张，互你。头一张，第一张，一张，哦，好好，即张会啊，有你搁拍过哈，这样啦。哇 ，OK， 即个吼，咱注意来看啦吼，注意来看下底遮个吼，即个上尾啊，即两纸、即两三纸吼，就是即派的台湾人的个主张啦，中国派吼。啊，遮个字句吼，咱详细来个读吼，啊来甲记咧吼。即个中央军吼，即个中国派吼，伊伫即个台湾新旧文学论战内面有写吼，写讲吼，咱台湾话啦吼，日常讲话9成也无字，因为迄是土话，无文字的下级话，无文学价值。吼，这是张五军讲的吼。啊，伊共派朱点人啊，林克夫吼，伊讲啦，台湾话粗俗，无法度写文学，吼，建中国白话文甲汉文，吼，所以遮个话吼，咱即摆听起来真熟悉啦，因为咱过去7、8、10档就是有人安尼甲咱讲嘛，对不对？吼，所以这就是迄当时迄中国派的人因的主张啦，吼，反日认同中国，啊，看无起台湾，吼，这是因的认同，吼，这是第二种类的台湾，吼，文学思想啦，吼，啊，过来有3项人主张用台湾话来写文学，吼，但是这3项拢有小可无合共的所在。第一项就是咱台湾的传统汉语啊，吼，用台湾话来念中国文言文，迄款的文学啦，传统的汉语啊，吼，迄派的啦，吼。啊，另外一派就是咱即摆咧讲的20年代台湾语文运动即派，黄兆辉因即派啦，吼。基本的讲起来，因是认为讲吼，因咧想法真先进啦，吼。因认为讲吼，咱台湾话爱话甲文字爱合一，爱一致，吼。啊，台湾话爱文字化。咱即摆来注意甲看咱即个 slide 咯，顶悬的几段吼，黄兆辉吼，伊讲的话啦吼，伊讲的意思啦吼，强调台湾话甲文字合一，台湾话爱文字化，吼，过来用台湾话写文学，写台湾诗，文字甲汉字读台湾音，吼，啊，困难的话会使用新的汉字来写，也是用台字，吼，来表达，吼，这是因用汉字全汉字来写台语的方法啦，吼，所以因家己称呼因这派叫做台湾乡土文学啦，吼，
因的代表的十字就是拄则梁公兄放出来，这个南音这个十字。哦，南音这个十字主要的字啊，就是要用全汉字来表达台语，写台语文学，安尼啦。哦，这是南音迄阵的，算作真先进啦，迄阵真先进。哦，这个现代吼，现代有一个读博士的这个傅义钦吼，专门研究这个20年代、30年代这个台湾语文运动吼，伊对南音的内容真了解吼。伊讲吼，迄个时阵用汉字来写台湾话吼，有6种无同的方法啦。吼，第一就是咱日常讲出来随会晓发音的迄种汉字，第二就是若较困难的用做新字、新的汉字，过来用迄个音来表达，吼，搁过来照即个汉莪仔用的汉字来用的，搁一款更较新鲜，就是讲用中国话的背文来读做台语，像阮汉字无这字的，用我们这2字来写，但是你读的时阵读做阮安尼啦，哦，所以拢种有6种无同的方法来用汉字来写台语啦，哦，这就是迄阵的情形啦，哦，好，搁过来，拄则迄张 slide 咯，迄个比较，对，咱即摆来甲比较即个20年代迄个时阵台湾语运动，甲咱即几冬来台湾语运动，一个足深刻的比较啦，第一咧，咱1970年到80年代吼，有即个所讲的台湾乡土文学运动，迄个时阵，比如讲林湘拔啦、黄春明啦、王正和这人，因是用华文、中国话来写台湾故事，互人攻击啊，讲你即个台湾故事哪有啥物价值通好写，所以迄阵因叫做台湾的乡土文学啦，其实甲20年代因所讲的台湾乡土文学也差一截啦，因为2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是用台湾话写的，用汉字的台湾话写。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是用即个中国话写台湾代志，安尼尔啦，所以这也差一截嘞。其实，甲70年代台湾的即个乡土文学较接近的应当是，迄个日本时代台湾人用日本话写的台湾文学啦，甲即个才是。甲会对比啦，所以这是一站。过来，咱来看即个20年代、30年代即个所讲的即个像台湾语文运动，因用全汉字来写台湾文学，因的结果是安怎？咱来个看嘛，因为即个方法，咱即摆伫台湾现在真侪人咧用啊。就是用汉字来写台语，来写台湾文学，拄好甲迄阵迄个时代的即个试验，也是讲实验拄好足相像啦。就是因要用全部用汉字来表达台湾话啦。我拄则讲的，即个区义钦的现代即个博士学生，伊结果研究个就是讲。有6种无同的方法，结果真困难，所以伊的结果是失败，完全失败。所以这个100年前
已经有真好的实验来甲咱讲，用全汉字要写台语的台湾文学是足困难，甚至行袂通。100年前已经有迄个实验的结果出来啊！咱也咧做这项代志，亲像即摆台湾战线即款的杂志，因也咧行即条路，这就是这个真心实的比较啦，历史的错误，即摆佫也咧进行安尼啦，所以结果讲起来，我有4个结论啦。关于这个台湾话甲台湾字写台湾文学有4个100年来这个经验有4个结论，至少有4个结论啦。第一就是咱台湾文学还是文字过去100多年来上困难的工作，就是脱离汉字。要拍开汉字这个束绑非常困难。这就是咱过去100多年以来，大家在要做做袂出来的物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汉字会使讲是咱台湾文学的一个束缚甲限制。这个汉字若伫控制咱台湾文学时，咱台湾文学袂当发展，这是第2个结论。第3个结论就是这个1960年代，王玉德先生提倡这个汉罗合用。1970年代，陈良伟教授甲因一伙人提倡汉罗合用，而且实实在在落去做。有影有迄个产品出来，这是一个足大的突破。安怎突破？因为迄个时阵是第一摆突破汉字的束缚。伫汉字的库块内拍开一个空，会当用毋是汉字的物件来写台文。这是一个迄个时阵足大的突破。第4个结论就是讲。100多年来，咱台湾人家己对一个真好的、真完整的书写方法白话字，咱拢无看到，无实行到。这因素当然是一面性权的因素伫遐，另外其他因素我无啥知影，但是这是一个足会使讲悲惨性。这个事实就对了，咱家己有一个真好的物件，100多年来咱拢无看到。伫另外一边，伫遮咧武汉字武甲安尼，一面倒回安尼，这是这4个结论啦。所以我讲，咱应当爱详细来了解这个100年前1920年、30年代这个台湾人语文运动，的内容。我相信对咱即摆是一个足好的教示啦，好，多谢。多谢陈雷这精彩的分享。我袂当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你遮的论啦你拄则讲这一些用汉字用汉字要来写台湾的文台湾人的文学会拄着真正的困难啦这对像讲我这一般人较无真正落去写台湾的文学要来理解讲是安怎汉字无适合用全汉字。无法度通来完全表达这个文学性我听你过去的演讲你是讲你有真正去试过
甚至你按中文啊，一直先按中文写，你嘛有写一寡英文的物件，啊，到尾仔你较会发觉讲，遮个物件无法度通来完全表达你想要表达的迄个文学的感情啦，啊，若是讲你咧写作的中间，你有用罗马字和汉字做伙写假使你若是讲有用全汉字落去写，对你的文学的创作，你会有啥物款的拄着啥物款的困扰？这应当是足明显的困难啦，我到呾也无一个真好诶方法来说明这项代志我想，若是一般人要了解这个问题会使试看卖啦就是讲摕即摆诶即个像台湾正线杂志内面遐个文章遐个作品来读，甲摕像讲我写诶，也是陈明仁写诶，即个小说来读，来比较一下可能就会当了解讲用全汉字来写诶困难啦这是为读者诶角度啦，当然为作者诶角度又阁无相去，这有写作诶人才知影啦我到呾也无一个真系统性诶方法来说明互读者，也是讲互作者来了解啦可能要用足侪时间啦我也无注意到讲要安怎来写即个问题啦这是回答你一部分的问题好，安尼我暂时回答到安尼就好了可能真无完整我的经验是安尼啦因为你拢用你咧创作的时拢用手写嘛手写了后，你到定稿了后，你较搁拍字入去嘛我咧写的习惯就是直接用打字我要甲指讲我要完全用罗马字落去写，还是讲我利用迄个汉字的模式还搁经汉字的迄款情形我的感觉是一寡无共款讲若是你全字的模式落去打字的时阵迄个思想迄个 flow 就是讲迄个安尼内底迄个思想咧流加足顺较毋免搁虽然干那讲搁去经一个汉字安尼尔确实有情差啦，这是我的感觉，我的经验啦。是啦，这无毋对，这甲我的经验真相像啦像譬如讲，我即摆要写一句，写小说内面有一句我要写，这是写出来以前伫头壳内迄句有出来，先伫头壳内迄句有出来。假使我甲人咧讲话安尼，甲家己咧讲话安尼，迄句出来了后，才写出来嘛，敢毋是即摆迄句出来伫头壳内了后是台湾话，要写出来时阵，假使我来用全汉字来写，话我都爱翻译做中国话，找汉字才来写，中国爱搁经过翻译，所以这是至少这是一个真大的困难之一啦，其他也足侪困难啦，但是你拄则讲的，就是讲，伫我的头壳内先有即个台湾话句出来了后，要安怎甲写落来时，即个过程爱足简单、足顺序才对啦，
啊，你若讲着去停落来找汉字，着去并字典，还是讲写出来，家己毋知要安怎读，安尼迄个时阵，即个规个都拢无成去啊啦，吼。输了拢拍去。郑先生，你哎，敢有要补充一下？哦，我嘛是甲陈伟先共款，我用手写。手写就是讲，你有当啊写出去的时阵哦，你若写汉字吼，迄个无常用的汉字啦吼，困难汉字啊，你写出来时候，你搁煞你要来读哦，2工仔以后来读，讲这字是啥，煞毋知影讲迄是安怎读。啊，所以读者嘛足大困难的，写人都困难，还搁讲到读者，所以讲这个。我即马困难的字哦，拢是用罗马字代替啦吼。啊，我迄个虚词吼，我都拢嘛用罗马字代替。啊，渐渐吼，要甲罗马字的数字哦，增加发现度增加较济安尼啦吼。啊，果咱台语有一个下吼，迄个下嘛是迄嘛一定要用罗马字。因为你即马讲底片啊，即有种做底句来讲的时阵，你嘛读者毋知讲你即马写的是华文吼，还是华文还是台文安尼，三无散啦。但是一定有一字下伫的啊，所以即个下吼，绝对爱写罗马字安尼啦吼，表示讲，就是讲我就是即马你要读都爱读台语安尼。是汉字哦，全汉字哦，是真无通啦，真无通。啊，有个人注解，佫放喺下骹吼，啊，你若跳落下骹，佫跳去顶头，对读者嘛一个困扰。啊，咱对啦，就是讲你爱佫跳落来，佫跳去你顶头啊，拄开始，即马诚侪阮的朋友哦，诚侪拢毋捌看过台文啦，都毋捌看台文。但是我即摆我著坚持啊，我就是你若要甲我同辈吼，我就是台文出去安尼啦。啊，普遍啊，吼拢7、8成伊拢知啦。敢若我咧看英文共款，啊，我足济拢看无，摇者嘛学过去安尼。啊，即过渡期间吼，哎哟，咱人吼，有法度去接受台文啊安尼吼。啊，你总是爱推销啊，你是爱做。啊，你若讲现阶段吼，遮济人拢毋捌看过台文哦，你若要全罗马字吼比较啊，这吹杀哦是有困难啦。白白啊，我也写一个全罗马字的，啊，甲汉罗混用吼，啊，你摕互朋友看，朋友讲啊，因较介意这个。汉罗啦，吼，汉罗分量安尼啦，啊，嘛爱靠市场的考虑啦，吼，啊，介传承的做法安尼啦。啊，那个要来吹杀台语哦，咱即摆已经真弱势啊，啊，咱的资产伤悬哦，啊，惊讲吼，杀较袂出去啦，安尼。有关即个阅读吼，即种情形我足趣味啊吼。我是想讲要用即个斗会吼，咧读经的咧查经班的经验啦吼，我来分享一寡我的看法啦吼。毋知迄个会中者你较顶下方便吼，你有来会当甲我回应一下无安尼啦吼？因为即个文字吼，就是讲你爱有写爱有读嘛吼。你若要爱知影讲啊人，你写人对方读有啊无？上好的方法就是有一个读册会啊，逐个一来读啊，所以就知影讲哦，安尼到底是安尼出去，逐个人的了解程度是啥物款？啊，你教会内面不是有迄个读经嘛吼？啊，过去逐个教会通常的是读迄个和合本啦吼。啊，和合本就是差不多半文言啊，半白话吼。
所以伊安尼伫汉字课诶内面无共无共款方言，还是讲无共款语言诶人，伊要来读，要搁加减安尼来读完来翻译啦吼。即摆来吼，搁来用来讲用写字讲愈来愈中文开口诶迄个圣经版本吼，要读好就颠倒，安尼要翻译有时啊足困难，因为伊着用足侪中文诶迄个成语啦，啥物物件吼，你要硬要甲读落去，会足困难吼。毋过我有发觉一寡较老辈吼，较老辈诶牧师吼，因读中文，读个和合本诶圣经吼，拢安尼翻译啊，拢足惯势啊，就对啦。伊就不管伊读啥物物件，伊就读啥物中文，伊即摆咧讲出来迄个台语吼，嘛拢讲啊足水气安尼。所以伫因诶头壳内会感觉讲，敢有我是安尼咧摇啦吼，会感觉讲敢有需要，我就拢安尼读了好势好势吼。伊无想着讲啦，像一般人，伊迄是经过几十档诶训练，才有法度人讲安尼随时甲中文拢安尼随读出来，拢读啊会当翻译做诚水气诶台语。毋知迄个会中你拄则你讲你作啥就有咧参加迄个郑连坤牧师主持诶即个查经班吼，毋知你对即个咱教会内即个台语使用诶情形，你敢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一下？请拍开麦克呀，我嘛毋敢讲我有资格来讲即个问题啦吼。我搁当然伫我家己诶经验，我自细汉就伫长老会大汉，所以我自细汉嘛学罗马字。咱伫教会内面用诶圣经、圣诗，咱诶圣诗，即马新圣诗无讲，咱讲咱本来用几若10年迄本台语圣诗，伊嘛是汉字后壁才全罗马字诶拼音嘛，所以若较认真诶，你有看汉字袂晓迄字要安怎台语安怎念诶人，你就会去看迄边诶罗马字诶拼音就知影要安怎读。几十年落来讲起来嘛习惯啦。所以像讲我有当带朋友若来教会第一遍，虽然伊会晓讲台湾话，伊看到台语圣诗，我这是要安怎唱？所以你知影讲，迄是需要时间，讲起来是习惯成自然，还是讲时间过久啊？你定定有安尼咧看，你就知影迄字要安怎读做台语。所以教会遮侪年来，圣经啦，罗马字过去，我细汉诶时阵，罗马字是完全罗马字诶圣经咧。但是可能是我看是我即代了后，诶教会囡仔嘛开始拢无搁继续学罗马字啊啦。我诶了解是安尼，我即代以前，咱搁有罗马字，迄个或者咱无讲罗马字，咱讲白话字我厝内嘛还阁有迄个白话字诶教材，薄薄一本，每一个发音。过去我诶阿姨迄个赞成兄嘛捌娇娇，我诶大姨伊过去就是缀伫第二代诶马街先生娘身边，专门咧带妇女用即个罗马字，学罗马字了后读圣经诶。迄阵我印象淡水教会边仔迄个街医馆有一间房间，后来拢变做因妇女查经诶所在我感觉若要讲起来，咱即马咧讲要用全白话字来说台文我想上困难就是教育啦。咱以前教会有教白话字，等于就是台语诶教育嘛。咱遮尔侪年。咱日本时代结束到即马，台湾的教育拢是用汉字、用汉文做主虽讲咱民进党政府开始有咧杀什物乡土语言，不过你若要安怎讲？你讲乡土语言，
对足侪人就感觉讲敢若方言共款，吼啊无即马嘛已经甲定做讲叫做国家语言，但是你基本上你学校教育抑阁是用中文，用汉字做主体吼，即个部分若是无法度改吼，就是讲台湾的发展绝对是受到足大的限制啦。所以我感觉基本上语言政策可能是上重要的一环啦。即个若是政府无当 realize 伊的重要性吼，就是讲民间吼遐尔啊努力咧杀吼，就是讲会变怎讲？有政策的时阵，你有法度，咱讲事半功倍啦，对无？迄个中文讲事半功倍啊，咱即马就是有一点点事倍功半啦。哦，因为无即个政策的配合，你无法度全民来推动吼。啊，拄赞成兄莫讲着，伊甲朋友分享的经验，就是逐个你若两种互伊经，逐个拢会选汉罗嘛。因为主要就是讲汉字已经是伊真习惯用的文字，所以伊真紧就会当接受。啊，你若是全罗马字、全白话字来写的时阵，伊若无即个背景，毋捌学过，也是讲无受到鼓励，讲我来学看觅，伊敢若看到，伊就头壳就越走啊，因为伊就感觉啊，这我袂晓啊，足麻烦的，吼，伊就有即种心理，讲起来嘛足自然的啦，吼，啊你但是讲用汉罗来推的时阵，因为至少一半以上，伊已经知影的字啊，要甲讲做台语，啊，则佫掺一寡迄个白话字的时阵。伊就感觉讲勉强要来学，也较简单淡薄啦。所以我想迄种心理吼，咱会当理解。所以要安怎会当即个讲你讲全台文、全白话字来发展吼，除非你有迄个国家语言学校教育整个咧配合吼，无我感觉有影是足困难的啦，有影是足困难的。但是伫即个所在。我拄嘛听有了解，迄个陈瑞生咧讲的吼，迄个咱有用完全的台文来写的时阵吼，即个就讲迄个水气，也是讲你整个对家己的即个族群，咱的语言的即个要怎讲，迄个重要性，也是讲完整性，吼，绝对是较有啦。但是现阶段即个现实的问题，咱受中文教育已经毋是一代两代啊咧，三代四代啊吼。若是讲咱本身的文化背景，嘛是有汉，就是嘛是有汉人的背景伫咱的中间的时阵，迄个是毋是啊？佫是共款会当考虑讲迄个。是敢若习惯的问题尔，就是讲敢若教会咱姓氏用汉字，虽讲用汉字，但是咱习惯的人足容易就马上会当读出台文嘛。所以本身我是感觉讲汉字无罪啦，吼，因为即个时代背景、政治环境，互咱会感觉讲排斥。但是我个人是感觉讲汉罗，若有努力吼。嘛是共款会当写出真水的台文啦。啊，我伫温哥华、较香港有熟悉即个叫做闽南堂、闽南堂，这是一个基督教会的名。啊，伊头前叫做闽南，所以你知影讲，这是讲闽南话的教会，主要是对菲律宾的华侨，因对福建。去南洋吼，因保持家己的母语，所以因迄教会叫闽南堂。因是我拄着的吼，上敖吼，完全汉字吼，就是亲像洪光兄拄咧讲的，迄完全汉字吼，一直讲出来有够顺，拢总是闽南话，吼。咱台湾人还佫无因遐伫即方面遮厉害，伊迄个话就是古典的汉文。因嘛会当安尼闽南话，就安尼讲较足顺的。迄个赞成兄来，记你过去蛮久无闽南堂，迄个陈永胜牧师，伊即马退休，住伫西雅图，
嘛足幸运哦，已经90岁啊。啊，伫遐吼，咱台湾人的教会无牧师，因为伊的迄个厦门话有够水，所以因拢请伊到90岁，搁咧请伊咧讲道吼。伊就是安尼汉字的圣经、中文的圣经，伊安尼规本就是安尼用闽南话，就是伊的闽南话较咱台语足接近啦，吼，因为是厦门音伊足水的，就安尼规本圣经用闽南话安尼一直读落，所以呀，这是我拄着的经验，淡薄分享。你听你讲话，我想到这个杨东川，你敢捌这个牧师？杨东川，我知。伊是做迄个美国分中的牧师。是。最近我捌有听伊几遍讲道，伊台南人呢，毋过伊讲的迄个话吼，就是拄则像你咧讲的，伊讲伊去菲律宾啊，去菲律宾学讲道。我讲啊真，我讲啊真水气啦。原来伊是讲福建。福建的，但是伊台南，伊是啥物人呢？伊叫写一个小方神的台南人，迄个叫做啥物嘛？伊叫高丈啦。所以讲伊的作者即个文学背景是按因高丈来。伊小方神的方神榜，小方神吼。伊台南了有一个叫做啥物名？因为我即摆都讲袂出来。不过咱个讲倒来汉乐的代志啊，我相信是，若毋是有足强的意识形态，的人啊，徛伫实用的即个立场，我相信是大家较会当接受讲汉乐来写台语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啦，毋过汉乐即个中间汉字要用偌济，罗马字比如要用偌济有人咧讲，对咱即个年纪较有的人台语较好的人，要甲汉字读做台语音这较无问题毋过即马若是讲对遮个小学生、中学生，因本地的台语袂晓讲啊，咱要搁用汉字教伊台语，敢有可能检查伊会当了解意思，毋过敢会当用汉字来教台语，这就是毋知大家对这有啥物款的想法无？讲是毋是讲汉乐，咱伫无共款的场合还是讲对着时代咧变若讲徛伫实用的角度，是毋是咱即个比例爱小可调整者？毋知。但对遐，我想你对这相当有想过啦，你毋知啥物想法？用汉字来教即摆少年人台语真困难啊！比如讲，你英语母语的外国人咱要来教因台语，嘛是爱按罗马字开始啦。你要用汉字来教因台语，嘛是真困难。即摆愈来，咱台湾的少年人，台湾话愈明讲汉字愈明读啊，所以以后咱即个汉语的写法会愈来愈困难。变做讲愈来愈需要较济罗马字变做全罗马字安尼。你用这个汉语还是白话字的强调我相信迄毋是出自意识形态啦迄是出自迄个较前瞻性，就是讲较将来性顾着讲即摆这少年就拢袂晓你要用汉字甲教像讲即个时代的话即摆还阁当留落来，阁当破会好加使因迄当时拢用拼音字所以经过安尼300-400冬落来还阁会当留落来那所以你阵仔讲用汉字即摆就毋知影迄边完全读无因的语言就怎啊无去搁用汉字要用啥物款的汉字
嘛是一种诶，有一种诶无共啦吼。那照我诶理解吼，我诶经验是，教会咧用汉字吼，因足实用啦，注重足实用派就对啦，吼。啊，伊会当混托，吼，会当用照混托诶，伊照甲足济就对啦，吼，较实用派安尼啦，吼。啊，即马有一寡人毋知是出于意识形态，还是讲出于讲要维持台湾的主体性，伊爱搁转去用即个在来字，吼，就是讲去用一寡即个较早咧写即个歌册遐汉字落来。我迄读着读啊，足认啊食力啦吼。哦，连咱做即个台文做30几档要去读迄种的汉字，我嘛读拢无安尼。啊，因对咱即摆台湾通信咧用的字吼，因的意见就是讲，啊，你即拢华语化的，即咱中文拢足接近啊，啊，所以尽量要避免，避免讲，若是有即个伫中华民国内面，啊，有咱咧使用的即个台语，咱写习惯台语，迄拢要甲改做讲较在来的字吼。毋知陈明海，你对这有啥物款的看法？你问题，请你去讲一摆。就是讲，咱即摆平平写汉罗嘛，对嘛？吼。啊，咱台湾通信的厝内的做法，就是讲用即摆咱当代台湾人吼，大部分读着汉字，咱有法度人甲台语音读出来迄种汉字，咱就摕来用，吼。若读袂出来的迄个汉字，咱感觉读袂出来汉字，咱就无用迄种的汉字啊，吼，啊，就用罗马字安尼啦，吼。啊，毋过即摆有一寡人，吼，因检查出伫讲要维持即个所谓啊，吼，所谓的即个台湾的主体性，因搁调工要去经一寡。即个歌册内面用的即个字，叫做在来字，即种的方法，是讲即种的汉字无一定讲逐个人有法度通读音读出来，对我来讲，成足侪阅读上的困难。我会主张是感觉讲文字爱注重实用性，毋通按意识形态来出发安尼啦。对啦，这我真赞成啦。你讲硬要保留像讲歌册遐汉字吼，还是一个感情性的问题啦。其实真无实用啦。你即摆保留了后，搁过30档，无人会晓读啊。你嘛是爱用白话字来说明啊。这是感情上的问题啦。我想是真无实用啦。这以后，咱台湾通讯以后，若是愈来嘛是应当爱顺即个语言台语生态即个特色吼，即个汉字，我相信应当爱愈减愈少才对啦。安尼少年的人才读。毋过即摆特色是等到汉字改成愈来用愈侪款。我分享一个，就是讲，迄个白话字、罗马字本身是音的文字嘛，吼，所以咱毋知会讲，我手写我口对无？就是讲，你若会晓讲即个话，啊，你会晓即个白话字、罗马字，你就会当写会出来啊。但是汉字毋是嘛，汉字本身你看着，你毋知影这要安怎读，你若无学就袂晓。所以我是讲举一个例，是讲我厝内囡仔是伫加拿大出世的，啊，
阮兜拢讲台湾话，所以阮两个囡仔可能比伫台湾大汉。我一代的朋友的囡仔拢台语拢讲较好吼。啊，我的囡仔去离开Vancouver去澳洲去英国，啊，因迄落袂晓写汉字嘛吼。啊，阮囡仔是小可会认啦。我特别我的查某囝较厉害吼，伊若用音拍落去，伊佫会当甲汉字算出来吼。啊，若无吼，伊就是用伊会晓的拼音，伊就用就是咱即马讲的即个罗马字吼，伊就用拼音写批互我。吼，啊，我想伫北美台湾第二代，也是讲以后第三代，若要保存咱家己的母语吼，可能白话字绝对是比汉字吼加足优势啦，啊嘛较会当表达完整啊，小可甲恁分享。啊，这白白咧选汉字吼，嘛是有时也是借汉字的音，啊有时是借汉字的意思。像讲咱咧讲卡吼，啊有人会写讲用比较的较，吼，啊伊借的意思啊，吼，啊咱若借的音，咱就用卡片的卡，啊我是较倾向讲借音放借用意思，啊每一人的惯势啊。安尼，遮即两张 slide 讲了未？是要了啊！啊，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啦吼，咱嘛差不多点半钟啊吼，咱搁落去吼，咱是毋是今仔日先讲到遮就好？吼，啊，大家看要小可开讲一下都，啊，才来结束安尼好无？啊，好，安尼我就来 stop 啊。我即马来录音停掉。